在日新闻，这要带咱乡亲来去台南游览。台南是古城，一咱知影有美食嘛有美景。今年将结合安平港边仔这景点甲观光资源，伫9月2日开始连续4个礼拜假日，要推出坐游艇的体验活动。这唔但会当欣赏到安平港的景色，嘛会当顺便食到在地美食。 台南海岸线长要68公里，加上安平港风景未遐好。这几年市府面前伫咧推广海上活动，伫咧安平区内都4座会当坐游艇的码头。这摆观光旅游局和业者合作，举办国际游艇观光推广活动。那其实也是啊，就是安平山港、安平渔港做一个这个游艇的体验游程的规划。 那上岸之后有一些景点哦，大家看到这个其实游艇从水上看上去的这个岸上观光相当漂亮。闹坐游艇的体验，当时嘛头一摆推出西游艇的教训班，还有免费杯茶帮助的活动。台南海岸线大概有50几公里，但是非常适合大家来做亲近海洋的这个活动。 然后现场品尝会当伫咧培种专家看活动资讯，会当直接伫咧平台报名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